2026年5月10日每日靈修，遵行主的吩咐，使父母歡心快樂。546兒子的樣式，每日靈修小品。經文：你要使父母歡喜，使生你的快樂。箴言23章25節。小故事：一位很有學問的大師和3位母親在一起聊天，他們分別談到自己的兒子。第一位母親說：我的兒子比其他孩子都來得身手靈巧。第二位母親說：我兒子唱起歌來無人能相比。第三位不好意思的說：我的兒子平凡得很，沒有什麼值得誇耀的天賦。不久，3個母親各自去提着一個沉重的水桶，要回到村子裏準備做飯招待大師。3個兒子都跑出來迎接母親。第一個兒子連翻了好幾個筋斗，贏得大家的喝彩。第二個兒子唱出美妙的歌聲，讓人沉醉其中。只見第3個兒子默默地跑到母親跟前，替他把那桶水提過來。3個母親問大師：你覺得我們的兒子怎麼樣？老人回答：你們的兒子，我只看到最後一個才像兒子。默想：對於尊敬長輩和孝順父母的態度，不能光只有外表的花哨言行，還必須要有真正愛的行動。禱告：我們在天上的父神，我們為天下的母親禱告，他們無私的母愛，勞心勞力養育孩子，求你賜福給母親們，有健康、平安和喜樂。也為所有做孩子的禱告，求你幫助他們遵守教導，孝順父母，有實際的行動表達愛心，讓父母歡喜，因為這也是你所吩咐和喜悅的。你還要賜福給凡遵行的人。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，阿門。